大家好，我是林玉婉，欢迎收看《休息的彼一天》，耶！伫咧细汉的时阵啊，阿嬷上介意带我去厝边头尾行大台港，用台语伴暖，互我熟悉足侪朋友的。台语唔但互我熟悉无共款的世界，而且佫充满足侪上趣味的代志哦。阮想要找到台湾农村内底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而且做伙来体验修行的彼一天。这个所在是婚林西犁，是台湾其中一个上主要的青菜产地。我有熟悉一对兄弟啊，因拢会去菜内底斗相共。我看即马时间已经差不多啊，咱做伙去因兜菜园看卖一下。行。看呢？哎呀，你咧创啥？我咧割菜。割菜？啊，我敢袂使做伙？当然嘛会使。啊，我要做对。你坐遐。好啊，你教我要安怎做？好。好，来。啊对，安尼。啊，我应该是要一个工具，对无？迄个是啥？刀啊，这是刀啊。刀啊。你这要安怎用？来，你甲我教者。这较来。较来。嘿。啊，我来哦，我紧张呢。我紧。好，直接来哦。嗯。哇，敢是失败啊？一定无要紧。无要紧。啊，无你用一遍互我看好啊。嗯。好。还是搁较低。安尼，爱往下。安尼。嘿。安尼会使哦。好。对。一、两、三，挂。挂啊！安尼敢成功啊？搁袂使。啊，你看。这安尼敢会使？搁练习着。搁练习一遍，安尼啦，毋是直直的挂，挂袂长的，搁来一遍，一、两、三，安尼敢会使？无要紧，无紧哦，我惊搁失败呢。免惊啦，来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好，我试一下。啊，哥挂较紧，还是直直？拢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是。好，来哦，拄好食。成功啊，对无？成功啊！哦，你可会家己收一下啊？嘿，迄顶悬有诶无好。这个菜是叫啥物名？汤匙仔菜。啊，你敢介意食？安安，你敢会紧食？会啊，会哦。会紧食，一个爱食肉，一个爱食海产。哥哥爱食肉。哦。飞鸡较爱食肉。我爱食海产，海产啊菜咧？高丽菜，高丽菜。啊汤匙仔菜咧？汤匙仔菜较还好。花菜，花菜是啥物？花椰菜。花菜迄种。白色的迄种。啊，恁大敢毋咧种花菜？有啊。啥物时阵会种？即马就有啊，对。八个青。哦，无伫遮。这是我妈妈。伊平常时拢一直咧厝来厝去，无就是挂菜。一直咧无闲。伊逐工咧煮饭啊，然后有早读册，
拍球、补习，搁爱来遮无闲做菜。有辛苦无？唔知。你有乖无？乖。贺滚杰，来有忙啊！哇，有忙啊！好啊，弟弟来啦！为什么要用忙啊？无菜拍到日头较会冷，会冷去，什么时阵要用？有日头就会使用啊。有日头。好，来。呜呼，会滚哦。我嘛做伙救，你救头前。日头足大诶，但不我看无安尼。要迄种过去。我看一下，哦，日头足大诶。安尼，会使。哦，总算成功啊！我就忝诶。啊，体面诶。这边嘛爱。好，咱做伙去。来，行，好，佚佗哦。来。哦，会咕溜咕溜的呢。哎呦，对。你要喷你，我喷你。你会使爬足悬的哦。呜，要死！哎，佑安，这是啥？蜘蛛网。我用得到无？你敢直接用掉无？敢有？没有啊。无，好，犀利哦，恐怖。黏黏呢。啊，你敢？咱来偷甲哥哥的面蒙一下，好无？没用过。哦，哥哥，你有无生气？干嘛生气？你脾气足好个哦。没用啊。冲！忘记！来，咱讲一个，你是要熬偌济？阿俊，紧冲！有用我一个人用了。不用你。没有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阿俊，你走循环啊啦！我嘛想要过去啊咧。你讲我靠了阿俊。哦，走得远的呢。啊，你敢会忝？无，袂忝。哦，你骑来足好的哦。别汤啊。对。人都要学，这样念书，你去找个好安家。安尼6年啊。安尼，把一个节日出来，就，安尼好啊。哦。哎呦，你开啦足大个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拄好呢，22公斤拄好，安尼就会使啊。是，好，就铺开，好，会使。刷落来，试落，安尼。
好。哦，你这有力呢？食吧，有生力咯。哎呦，这大袂发呢！哎呦，22公斤就到嘞！来，等我，你莫食，来，你莫食，好，来，你直接来，哦，就等诶，我来，好，我来，来，我来，来，会使啊！好，我赶到遮互阿俊好啦。你啊丢到底啦！为自己打气，甲家己鼓励的意思。加油！ 1、2、3，呼啦！呼啦！做什么嘛？没看到。没听到。爸爸在哪里？在我旁边的二兵啊。等我。慢慢走啊。头帮体。头家，头家你我好。敢会使参观迄冰箱内底？会啊，你会晓开无？我教你开。好。哇，我头一摆来遮呢，无看过开。冰库。停。好。哇，那会遮尔寒啊？因为安尼爱冰菜菜较袂烂去。哇，阮敢会使入去看卖一下？头家，会啊。哦，足寒呢，你敢会寒啊？会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恁家菜伫倒位？是这个，这个，你哪会知影？因为拢有写号码。伫倒位？互我看一下。
伫顶馆哦，伫顶馆，啊，你是看倒一个无号码？ 6号，哦，6号就是恁兜的。啊，这个冰库菜冰到遮是要送去放去倒位？你敢知影？冰到遮，冰完爱去遐包装。啊，即马敢会使包装看卖？好，直接想要看。头家敢会使？会使。啊，我你看，这么大拢有缘啊。好。哎，对，这样可以。可以使。啊，超过一点啊。这样拿起来。这样这一面就很漂亮了。哦。这样轮，水的下这面。哎，差不多。会使。是这样。我来甲你斗3工。你是讲的第一课。耶！去！哇！欢迎收看《彼一天的第一课》。哦，咱拄则送货实在有够忝的。你敢知影阮送啥物菜来食？有蔬菜甲水菜，蔬菜甲水菜有啥物无共款？蔬菜是种咧露天的无芒啊，水菜是有芒啊的。哦，原来有分蔬菜，也搁有水菜无共款。那你敢袂使甲我介绍一下蔬菜有啥物款啊？有娃娃菜、红叶菜、红叶菜、高丽菜、高丽菜、高丽菜。那水菜咧？有蚵白、蚵仔白、蚵仔白、菠菜、白灵啊。花玲啊。大家敢有了解？有哇！厝啊，这很好玩。哎，好算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扑起来，扑起来！好，扑起来！对，加油！在这里。多谢。哪里？拿来，啊不拿开。来源那个，那。哇，这么悬哦！系啊。哎呦，惊一个，你无惊到？我根本拢看无头前是啥物呢？通常看头前就好，免看下骹。哦，下骹看无是不要紧安尼。所以讲你是捧菜的时阵会用花梨啊？你有迄个曲色啦？哎呀，啊爸爸就安尼，我就安尼啊。啊，你比一个曲色要安怎做？啊，曲色啊就安尼。嘿嘿嘿，啊，你做过一个？好，啊，准试看觅。然后椰树爱回来遐。安尼是安尼。为什么爱是安尼？啊，因为我即摆咧捧菜啊。捧菜为什么爱下来去？因为倒起应该是安尼讲啦，倒起较大起。刀啊较大起是啥物意思？倒啊伊捧菜的倒起较大起对无？伊应该就会信。应该就会心啊，心去。甲爸爸做伙来开花梨啊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就欢喜的。阮足久才会当对爸爸出来赛。为什么偌久一届？因为阮即马拢爱练球，无就是上课。你毋若是介意开花梨啊，你上介意的是甲爸爸做伙。出来晒回来呀？为什么？唔知呢就会当出来。啊无，即马因为我无开过花梨啊，你甲我体验一下开花啊的感觉。好。摇起来，摇起来。有嘞有嘞。
叫无啦。也够力膝盖，没赛，今晚的赛，做菜花，韭菜花，后咧做肥，是啦，肥海。有哦。哎，足胖的呢。哦，足好食的呢。真好食，你要搅拌的。刚刚是阮兜过年才会出现的菜。手爱较长较硬，对，你无紧食，拢好食。这盘给你，这盘给你，食饱才有气啦，减肥啦。这全部都给你，拢好啊，啊你要食啥？看你吃得完吗？你啥物时阵会甲爸爸妈妈斗相共？假日有闲的时阵，有闲时阵都会甲放假的时阵都会斗相共。无讲就欢喜，袂讲介欢喜，但是一久嘛腰酸背痛。哦，你遮尔少年就腰酸背痛呢？就会有。你叫腰痛以后，敢会想讲来传承爸爸妈妈的事业，即继续种菜还是种田安尼？做菜吧，做菜，甲爸爸出去使回来啊。你的梦想拢甲爸爸有关系啊？因为阿公甲爸爸拢咧使回来啊。你敢唔介意你的家庭？会，为虾米？因为爸爸妈妈拢互伊过好日子啊，过了足好诶，拢食亲免烦恼。那真免烦恼，你嘛是啦，你嘛足幸福的啦。我伫咧细汉的时阵，可能是过年吧，还是讲放假的时阵，妈妈拢会带我去家己铺子的田内底耍。但是阮阿嬷是咧种番麦，所以我细汉的印象可能就只有放番麦尔。我无看过这么快的菜园，慢慢啊做，慢慢啊观察，慢慢啊练习，就会较优秀，搁了解讲，哇，原来挂菜是一个有撇步的代志哦。其实我嘛真感谢阿俊也佮安安，互我一个足快乐的一天。虽然讲即马有淡薄唔甘离开，但是无论安怎，希望恁以后拢会使继续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做家己介意做的代志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也记，你也记，今年在一会。迄一天。